大家好，歡迎嚟到快樂商道，我係 Peter 黃喜志。咁呢個星期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咧，係嚟自於巴菲特5月2號喺我哋嘅柏克希爾股東大會咧，完成咗人生94歲最後嘅一場分享大會啦。總結咗咧5大嘅內容。因為今年咧，巴菲特將會退休。喺嗰個場館入邊2萬幾個嚟到嘅觀眾，最尾當巴菲特吸埋個電腦嗰陣全場過1分鐘嘅時間，大家企起身拍手掌。得到咁高嘅榮譽，有一個好緊要嘅原因，就係在於我諗現今世界上邊講價值投資，甚至乎咧攞到結果嘅人，佢屬於係表表者，甚至乎咧係好適合咧我哋叫做普通人成功嘅一個方法，一個模仿嘅對象。因為咧佢非常之推崇我哋講嘅價值投資複利效應，即係當如果我做正確嘅事情嘅時候，自然就會能夠疊加產生更加大嘅槓桿咧，令到我成功。今次咧成個分享咧，佢冇講一啲股票 number 俾你，亦都咧冇帶到俾你一啲關於投資嘅神話，反而咧就好似咧我爺爺咁，將一啲咧肺腑之言咧同我分享，究竟點樣做咧先至能夠一步一步咁成功。當佢俾第一個建議嘅時候咧，佢碌大隻眼咧望住個鏡頭，同大家講最好嘅投資，原來就係揾到一個咧忠誠嘅伴侶同一齊生活。佢講到咧喺佢人生呢60年入邊啦，同佢嘅伴侶都會一齊咧手拖手，到今日都手拖手去餐廳食飯。原來咧真正嘅價值投資一開始就唔係喺股票入邊。如果你話早10年前、20年前我未接觸種子法則、金剛經之前咧，可能會覺得佢講緊嘅嘢都係一啲雞湯，同我哋講，其實咧人最快樂嘅咧就係揾到一個咧好嘅伴侶喺身邊。但係當我學咗呢個金剛經之後，我發現咗原來咧我哋每一個秒鐘都係咧喺個意識入邊咧種緊種子。如果人生當中有一半時間係同我哋嘅愛人喺埋一齊，而呢一個嘅愛人係我哋嘅情緒黑洞，係我哋所有不快嘅事情發生嘅點嘅時候，其實喺呢度播咗個種子咧，係100%都會影響到你嘅事業，影響到你嘅財富嘅。所以當我聽到佢第一個建議嘅時候咧，我馬上豎起耳朵，對於佢俾嘅建議咧更加有興趣。嚟到咧第二個建議嘅時候咧，突然間咧敲敲張台，同呢所有人分享佢話：你一定要咧揾一份工作係令到你好興奮、樂而忘返嘅。就好似咧，佢6歲開始飲可樂，11歲投資佢第一支嘅股票，到今年94歲啦，做咗60幾年嘅公司，到佢退休呢日都好啦，佢仍然咧都保持住呢份初心、呢份熱情、呢份嘅愉悅心情嚟返工。巴菲特咧分享完呢個愉悅工作嘅秘訣之後，我馬上咧喺我大腦入邊咧去反覆咁尋找緊，呢個咁普通嘅建議我聽太多次啦，究竟有冇一啲嘅秘密嘅內容係同我哋嘅種子法則係有關聯嘅咧？我馬上咧連結到呢一個好特別嘅種子。原來當我哋愉悅工作嘅時候咧，就會馬上成為眾人眼中嘅領袖。如果你成為眾人眼中嘅領袖嘅時候，同樣地咧槓桿到呢個世界咧更加多嘅資源。因此唔好睇小愉悅工作，好似覺得好表面，阿媽係女人，大家都知道嘅嘢。原來喺我哋嘅種子法則入邊，係一個咁重要嘅種子咧，能夠令我哋事半功倍，成為眾人嘅領袖，槓桿世界嘅資源，令到你嘅財務可以穩健咁去提升。好啦，跟住咧講到第3點啦，終於講到投資啦，因為咧佢好多人都會 challenge 佢，話喂，你買樓好啦，定係買股票好啊？咁我終於都聽到佢話買樓原來唔係最好嘅投資。佢分享到咧佢自己個人故事，喺1958年嘅時候，花咗咧3.1萬蚊嘅美金，就買咗咧人生咧第一間樓，咁住到今時今日。巴菲特咧佢認為咧投資買樓咧就好似一個自主財產咁，所以因此究竟係炒股票好啦，定炒樓好啊？咁我梗係諗住佢講會炒股票好啦，佢竟然就話唔係。哇！當我哋啲平凡人仍然咧喺度諗緊投資股票、地產、可能黃金、銀喺咩嘅商品上邊比較好啲嘅時候咧，巴菲特竟然點出個重點同佢講：呢60幾年入邊，投資喺你自己身上去學習係最好嘅回報，將你嘅時間資源投資喺你嘅朋友圈上邊，亦都係最好嘅回報。嚟到咧第4點啦，突然間巴菲特咧佢把聲高咗8度。佢咧就講到啦，你哋唔好再花時間喺炒股票嘅時候，一路咧睇好多分析圖表圖。原來佢秘訣咧就係在於唔好再捱更抵有研究嗰啲投資曲線圖啦，同一啲咧叻嘅人食飯，嗰個效果竟然咧係比你呢啲嘅努力強100倍。咁你望翻咧巴菲特嘅人生當中，除咗佢分享到佢個人關係同佢太太好好之外咧，佢得一個咧好好嘅 business partner 查理芒格，同一齊咧已經超過60年一齊係去處理公司嘅事務。
而佢哋一齊喺股東大會上面嘅配合咧，你就會發現咗兩個嘅老人家每一次咧都好似一唱一和咁樣，令到個公司唔單止做得更好之餘，亦都咧令到更加多嘅人咧熱愛佢哋呢隻股票。因此佢分享到一個秘密就係，原來唔係投資喺某一隻股票上邊，而係咧要花時間投資喺啱嘅人上邊、厲害嘅人上邊，一齊去學習成長。呢個咧就係佢投資獲利嘅秘密。咁所以綜合咗咧，如果第3同第4點嘅時候，當我哋仲諗緊 number、諗緊技術嘅時候，原來就係要花時間喺學習。同埋咧喺一啲厲害嘅人身上面，對於我嚟講咧，其實都講同一點啊。點樣令到自己更加值錢啊？因為同厲害嘅人一起，都係希望能夠透過對方吸收對方身上邊嘅經驗同埋知識，令到自己認知為到變得更加好。就好似我哋去揾我哋嘅老師上堂一樣，希望一個叻過自己嘅人喺身上高能夠獲得更加多嘅認知認識，讓佢更快小走彎路去到咧啱嘅地方。去到咧講到佢分享第5點嘅時候，突然間聽到巴菲特咧把聲溫柔咗落嚟。佢就咧，如果你每日真係遇到啲黑仔嘅事情，唔好心慌意亂，反而咧將個眼睛咧放喺啲美麗嘅事物上邊，包括佢話佢呢咁多年咧已經經歷咗咧最少5次嘅股災，仲有咧唔同嘅一啲金融危機，但佢仍然咧都會每日開開心心咁去麥當勞去買佢嘅早餐，揀佢中意飲口味嘅汽水，仍然咧快樂咧咁大笑同啲朋友咧去講笑話。當佢咁認真講到人生最後嘅一個重點嘅時候，我有一種如雷貫耳嘅感覺。原來一直以嚟我哋都會去講我哋要點樣去自律，我哋點樣要去不屈不撓，好似馬雲咁講，邊個堅持到最後咧就能夠勝利。但巴菲特咧俾咗另一個角度大家，原來如果嗰樣嘢你足夠中意，甚至乎咧唔好將一啲嘅難題當係難題，教我哋嘅眼睛去欣賞身邊嘅事物，呢一種嘅能力足以令到我哋咧能夠成為全球嘅投資界嘅大佬，甚至乎首富。我將佢咧睇完之後，再用佢去連結翻我學習咗呢10年嘅《金剛經》入邊，我發現咗原來我要種種子啊，創造更加大嘅效能咧，必須要有愉悅嘅心情。因為原來同一個行為，你帶住快樂嘅情緒去種，同你唔開心去種，同一樣嘅效能咧，已經產生咗唔同嘅結果。但係人好難噶嘛，總係咧被我哋日日遇到唔同嘅情景、事物同埋人咧所影響。因此，一個咁重要嘅核心令到我哋成功嘅方法，放到最後變成咗我哋點樣能夠帶住愉悅嘅心情去做我哋每一件事情，就係重中之重嘅重要。最尾巴菲特咧好正，佢講緊咧，人生如果叫佢勾畫一幅成功嘅目標，應該個圖像係點嘅咧？佢講到有一個咧令佢安心嘅家，有幾個咧好朋友，一份咧令到你樂而忘返、充滿積極熱情嘅工作，一間屋舒舒服服咧，你願意住10年、20年咧都唔會賣佢嘅。一架車能夠咧帶到你世界各地去見識呢個世界。哇！當你見到呢個畫面嘅時候，你總結就會見得到真正嘅人生福利咧，原來從來都唔係喺我哋嘅銀行存款入邊啊，係喺我哋中意嘅事物入邊，令到我哋咧一日比一日變得更加值錢。咁啊簡單咁講咧，就係我哋成日都大部分嘅人咧都以為咧，我哋錢揾錢利搭利就買啱嘅股票、啱嘅樓，跟住咧有銀行存款收息就係我哋福利效應講嗰樣嘢。最尾巴菲特同我哋分享嘅，原來通通都唔係。最重要嘅係揾到我哋熱情嘅嘢，然之後將自己變得更加值錢。今日嘅視頻咧就係關於咧巴菲特同我哋分享5個點子，同埋咧佢自己創富嘅價值觀。希望呢啲嘅內容咧都能夠幫到大家喺事業上邊咧更加成功。而我亦都咧喺最尾加入咗我自己對於價值投資同埋咧金剛經嘅互相連結同埋見解。我哋經常都會咁講啦，正確嘅事情重複做，重複嘅事情咧用心做。自律真係唔容易，但係巴菲特好聰明，將我所有嘅嘢都 all in 入咗去咧我中意做嘅嘢上邊。你可以試諗下，當你每日都係喺一個快樂嘅情緒當中，自然咧就冇咁多內耗嘅時間，自然咧就唔需要咁多嘅專注力、咁多自律嘅能力咧去做你覺得正確嘅事情啦。咁啊呢個咧就係我今次喺股東大會入邊咧學到最重要嘅元素，點樣可以做正確嘅事情，透過長期主義令到自己更加成功。好啦，今日咧我講到呢度，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你中意我嘅內容，記得撳 like， 咁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咧就會知道你中意我呢一類嘅內容，自然咧就會派更加多相關嘅內容俾你。嚟緊咧我會繼續分享更加多有關視覺化思維、商業底層邏輯、商道、思維突破、關係提升同埋咧內在提升等等嘅內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記得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